后来继续来看台南新华在地有一个山海屯社会企业来举办着记忆遗产甲社区万圣节讨糖仔活动，邀请到新华周边的社区共同来参加着市集，来分享着地方的产业，要互游客会当深入来认捌着新华丰富的历史甲产业文化。 为着让游客使熟悉新华日式宿舍街区，山海屯社会企业结合社区地方业者，举办记忆遗产和社区万圣节讨糖仔活动。在新华老街大肉干广场，阁有日式宿舍区，透过市集、街头表演、工作坊，阁有体验活动，让民众会当深入熟悉新华丰富的历史文化。结合万圣节的活动呢，刚好是可以让大人带着孩子们出来，然后是可以。 要跟这些店家要糖果之外呢，也可以看看地方的文化的精彩之处。在大肉干广场嘛，邀请新华周边社区共同参加市集摆摊和分享地方产业，甲各社区特色产品伫现场展示，阁有卖出去。新华社区营造协会前理事长王英新表示，在疫情期间，新华拢无游客，阁有活动，即嘛希望伫疫情较回了后，会使透过活动，阁一摆互游客来到新华佚佗。新华真正足需要这种少年的转来地方。 负责经营新华日式宿舍区的山海屯社会企业，希望透过活动，让大家重视历史人文，阁有传统技艺，而且展示新一代或者是转来故乡创业青年的故事，展现出具建筑保存，阁有地方发展。